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係4A 班吳欣然。我係4A 班劉曉彤。欣然，仲記唔記得10月5號我哋去邊度呢？當然記得啦，我哋4年級同學參加咗同根同心深圳自然環境及歷史文化探索之旅。冇錯啦，我哋而家會同大家分享我哋喺深圳大鵬灣嘅參觀行程同埋感受。首先，讓我哋嚟回顧下呢一日嘅精彩行程。當日早上，我哋到大鵬古城。呢座古城建於1394年，歷史悠久，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築物。大鵬古城最初係為防海盜而建，所以起咗一條約1200米嘅城牆。城內有好多城門同埋主要街道。到咗鴉片戰爭之後，英國人佔領咗香港，大鵬古城就成為咗防禦英國入侵嘅最前線。所以大鵬古城對研究中國古代建築、城鎮規劃及明清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嘅價值。我哋仲深入鎮威將軍地，其中令我最大感受就係牆上嘅牌，梁恩爵將軍生前最想睇到香港回歸俾祖國，但佢死前都見證唔到。於是佢嘅後代喺香港回歸後創造咗呢個牌，上面寫住還我祖願，掛喺家中還乃恩爵將軍嘅心願，聽到都覺得好感動啊！喺參觀中，我哋對中國古代建築嘅特色同埋傳統文化有咗更深入嘅了解，亦都認識到鴉片戰爭嘅歷史同埋大鵬古城喺於戰歷史嘅重要性。最重要嘅係明白到保家衛國同埋國土安全嘅重要。下午我哋參觀咗大鵬半島國家地質公園博物館，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展館中嘅火山爆發嘅形成。原來大鵬灣係由火山爆發形成嘅。通過互動展示，我哋深入了解咗大鵬半島嘅古火山自然地貌。除咗火山爆發之外，我仲記得展館裏面有好多閃閃生光嘅礦物晶石，非常之靚㗎，真係好想擁有。但係呢啲晶石展示咗中國嘅地質非常之珍貴，其中我見到好特別嘅孔雀石，形狀好似孔雀嘅屏，係古代嘅玉料。仲有恐龍蛋化石，我冇諗過會喺地質公園博物館見到白堊紀時期嘅恐龍蛋化石，有肉食性恐龍、有草食性恐龍嘅蛋化石，仲有唔同形狀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仲有，我見到好大嘅菊石啊！你睇我哋咁多個同學拼埋都唔夠佢大。石頭有咩咁特別啊？佢唔係石頭嚟㗎，係遠古早個恐龍出現嘅海洋生物啊！佢真係好厲害啊！係啊，所以我哋要好好保護自然環境。喺呢個國家地質公園，大家都感受到地球嘅壯麗同埋神奇啊！正如古語所說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呢次大鵬灣之行，讓我哋親身見到大鵬灣嘅地貌、自然環境及文化歷史。通過呢次嘅實地考察，我哋唔單止學到書本上面冇嘅知識，更加體會到保護自然環境同埋文化遺產嘅重要。多謝大家。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我哋係6年級嘅學生，我係6E 班黃希彤。我係6E 班周子陽。黃希彤，你記唔記得12月4至6日我哋6年班同學去咗邊啊？當然記得啦，諗起都興奮啦。我哋全級6年級同學一齊坐飛機去上海參加咗期待咗好耐嘅同根同心交流團，相信係我哋紅馬史上最大型嘅飛機交流團啊！冇錯，我依家都急不及待同大家分享我哋喺上海嘅所見所聞啊！去到上海第一站，我哋去咗好壯觀嘅中華藝術館，嗰度以前係世博會嘅中國館，外形就好似東方之冠，真係好華偉啊！入到去仲更加震撼，我哋睇到動畫版《清明上河圖》，將一幅描繪咗中國古代生活嘅畫作變成一幅動畫。
令我哋咁深入了解到古代中國人嘅生活。原來藝術都可以幫人了解歷史㗎。之後我哋去咗田子坊，嗰度好似一個把古老上海變成創意基地嘅時光隧道，舊屋變成設計工作室，同學們不停影相，仲買咗好多當地特色嘅手信，真係滿載而歸。最特別係嗰度嘅建築啊，從老上海到現代城市嘅變化，一條街就睇晒啦，真係明白咗上海點樣由一個小城鎮變成國際大都會啊！第二日就係我最期待嘅上海小學交流，我哋互相表演節目，又分組玩乒乓球、做刺繡、武術、紮染，節目好豐富，我哋仲玩得好開心啊！上海同學好熱情又好有禮貌，主動同我哋介紹學校，佢哋嘅刺繡好精細，乒乓波又好勁。透過活動，我哋了解咗上海學生嘅生活同埋興趣。仲感受到內地教育重視傳統文化嘅特色。下午我哋去咗上海自然博物館，裡面有巨大嘅恐龍骨骼，好多生物模型，仲有互動展區，係生命長河展區。我哋學到生物演化嘅科學知識，真正體驗到科技點樣幫我哋認識世界。黃昏嘅黃埔外灘就更加不得了啦！萬國建築、華麗嘅燈光、黃浦江上嘅船影，好似將近代上海嘅歷史發展喺眼前展出嚟。我哋一邊散步，一邊感受到國家由過去走到今日嘅強大。最後一日，我哋去咗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，裡面有好多先進科技展示，仲有超巨型嘅城市沙盤。嗰個沙盤真係超震撼啊！我哋睇到上海過去、而家同埋未來嘅樣貌。原來城市發展要計劃好多年，好多細節，同埋要平衡環境、交通同埋居民嘅需要。我哋仲學識到，原來城市建設係科技同埋智慧嘅結晶。最後最刺激嘅一定係磁浮列車。回程返香港前，我哋乘坐全世界唯一一條商業營運的高速磁浮列車到機場，8分鐘就行完30公里，真係快到心都飛出嚟啊！完全體驗到國家在交通科技上的進步。呢3日，我哋除咗玩得好開心之外，仲更加了解到國家嘅歷史文化，同埋親身體驗到科技點樣改變生活。上海係一個將過去同未來連結嘅城市，我哋見到國家一路發展，一路創新，覺得好自豪啊！多謝大家細心聆聽我哋嘅分享，希望下次有機會，我哋再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學習旅程啦。多謝大家。